大家好，我係 Hero，歡迎收聽迷離公路。事源2016年嘅時候，世界各地唔同嘅地區曾經就發生咗一連串嘅所謂小丑目擊事件。咁成件事都可以講話係好有戲劇性之餘某程度上亦都非常之詭異啦。簡單講，當其時有唔少人喺譬如話森林附近或者學校附近等等嘅地方就見到有一啲小丑出現。咁望落其實都幾恐怖啊！尤其係有啲人本身其實都唔係話太中意小丑噶啦，而一連串嘅事件亦都引起咗社會上邊相當大嘅回響啦。甚至乎呢類型嘅目擊個案亦都唔淨止就局限於美國嘅，其他嘅地區譬如話加拿大澳洲愛爾蘭紐西蘭英國等等都有同類型嘅目擊報告。咁到底成件事嘅來龍去脈係點？坊間對於呢件事又有啲乜嘢睇法呢？今晚我會嘗試去同大家講下嘅。首先，成件事嘅源頭嗰個爆出嚟嘅地點啦最早爆出嚟嘅地點就係位於美國威斯康辛州嘅綠灣。咁話說喺深夜時分，有人喺某條橋底嗰度就見到一個小丑咁喺度四周圍就遊蕩，完全唔知佢做咩嘅。後嚟相關嘅相片亦都開始喺網上就瘋傳啦，有唔少人又繪形繪聲啦，就話見到個小丑啦。好啦，咁如是者搞完一大輪之後，先知道原來屬於係一班電影人為咗宣傳而特登做出嚟嘅。簡單講就純粹幫佢哋嗰部恐怖片就做宣傳啦，一種噱頭啦。咁原本照計成單嘢應該就告一段落噶啦。咁問題係，實際上唔單止事件本身係未平息到甚至乎唔同嘅城市先後亦都出現咗類似嘅小丑目擊事件。咁好明顯係有一啲有心人就特登係模仿嗰班電影人咁做嘅。咁結果喺極短嘅時間之內，成件事就已經係失控啦。某啲比較嚴重嘅地區，直頭搞到就連當地嘅警方都要幫手就處理事件嘅。咁其實去到2016年接近年尾啦，10月中咁上下時間啦，講緊係美國幾乎係所有嘅州份都有人聲稱就目擊到小丑出現，就連加拿大嗰邊13個省份同埋地區當中都有成9個就中咗招嘅。另外啦，仲有其他18個國家都有人話遇到同類型嘅目擊事件啦。咁特別要留意嘅係，可能有聽眾就會講話，咁見到小丑其實都冇咩特別嘢嘅啫。問題就係實際嘅情況就絕對唔係咁嘅。當年有唔少嚟自世界各地嘅目擊者啦，都講話唔單止係見到小丑出現，有陣時個小丑仲會主動就追住嗰啲目擊者，甚至乎喺某啲目擊個案入邊，有人直頭就俾小丑係襲擊嘅添。咁所以講真，成個情況都幾嚴重嘅。咁但係又話分兩頭啦。其實早喺2016年之前呢種咁嘅小丑目擊個案，某程度上其實都已經唔係啲乜嘢新鮮事嚟噶啦。自從2013年開始，世界各地陸續都有啲人中意扮小丑，喺一啲嘢唔應該出現小丑嘅地方就出現，又走去嚇人咁。所以都導致到就出現咗好多嘅問題又搞到人心惶惶啦。而相關嘅相片或者影片喺唔同嘅社交平台，亦都經常會見到。講真，令到成件事就好似病毒咁就散播咗開去。其中一個比較早期又出名嘅例子，就係2013年英國洛桑普頓出現嘅詭異小丑事件啦。話說當其時，喺介乎於9月至到10月期間有人就見到一個小丑喺街嗰度出現啦，而佢成個打扮望落就完全係恐怖小說大師Stephen King 筆下作品《小丑回魂》嘅大反派Pennywise 咁。咁如果有睇過相關電影作品嘅話咁都知噶啦。嗰個小丑嘅造型Pennywise 嗰個造型就真係嚇死人啦。好啦，咁如是者。後嚟搞完一大輪之後先知道原來係3個當地嘅電影人就搞出嚟嘅。
咁當時佢哋咧仲整咗一個 Facebook 嘅專頁啦，就專門放嗰啲相關嘅相上去啦，就吸引嗰啲人去睇。咁用翻今時今日嘅講法啦，順手就叫做係刷下流量啊咁啦。去到2014年3月就發生咗另一件事。嗱，話說當其時有個嚟自意大利叫做馬泰奧莫羅尼嘅人呢，就將自己就化妝化到成個邪惡小丑咁，專門喺條街嗰度咧就嚇嗰啲路人。咁正常嚟講，嗱啲人咧就完全冇心理準備噶嘛。咁行緊街，突然見到個小丑衝出嚟，咁唔使講啦，直頭嚇到就腳都軟啦。咁後嚟有人咧就發現，原來呢個馬泰奧本身咧 YouTube 嗰度咧就有個頻道嘅。咁又係嗰隻啦，特登拍一啲低成本嘅影片，就上傳去 YouTube， 咁結果佢呢又真係爆紅喎。嗱，正話嗰兩單呢都叫做就揾到嗰個源頭啦，原來係一啲人係特登去做出嚟啦。咁好啦，去到同年嘅10月啦，美國加州就爆出咗呢另一波嘅小丑目擊事件，而當時嘅所謂重災區啊，就係加州華斯科地區啦。有人見到小丑喺條街度出現，仲有啲相喺 Facebook 啊、當年嘅 Twitter 啊咁嗰啲社交平台咧就瘋傳嘅。嗱，同一時間2014年有套紀錄片咧就叫做 Killer Legends， 咁照譯中文咧就殺人傳說啦。入邊有一個章節主要咧就分析點解小丑會咁恐怖。咁喺拍攝期間，導演咧就親身去咗芝加哥，就嘗試係查翻晒以前啊曾經出現過嘅小丑恐慌事件，咁結果咧就真係有料到喎。原來分別喺1991年同埋2008年啊，芝加哥當地都曾經發生過一連串嘅小丑事件嘅。咁當時咧仲引起咗相當大嘅迴響啦，有唔少人直頭係入夜之後咧，非必要嘅話都唔敢出街啦。嗱，就咁聽落就好似好誇張咁。咁但係其實背後成件事呢係有得解釋嘅。如果聽眾朋友本身係熟悉美國連環殺手歷史嘅話呢，可能都知噶啦。話說美國喺上世紀70年代嘅時候，曾經呢就出現咗一個連環殺手。咁講緊嘅呢就係約翰韋恩蓋西。咁由於約翰喺參加一啲籌款活動啊、細路仔嘅 party 啊或者慈善活動入邊，經常咧都會扮演小丑，就去接近嗰啲人嘅。咁所以後嚟坊間亦都稱呼約翰呢做小丑殺手。唔單止係咁啦，當年約翰嘅其中一個犯案嘅地區咁啱得咁巧啦，亦都係芝加哥。咁雖然最後約翰都俾人拉咗，不過始終對於住喺芝加哥嘅人嚟講呢，就叫做係有前科啦。咁所以當再次傳出咗有關於小丑突然出現嘅目擊報告嘅時候呢，咁亦都引起咗唔少當地人嘅關注，甚至乎恐慌啊等等，咁亦都有嘅。另外啦，喺同一段嘅時間入邊，位於紐約嘅史坦頓島亦都傳出過一啲相關嘅目擊報告。咁有人講話曾經見到有小丑喺條街度遊蕩啦。咁到底純粹屬於係惡作劇啊，定還是有其他原因呢？就唔知啦。嗱，再講到2015年7月，咁芝加哥又發生咗另一單怪事。話說某一日，大約係深夜時分，有兩個居民喺玫瑰山墓地嘅外邊呢，就見到有個小丑就爬過咗呢墓地嗰道大門。咁其實夜媽媽喂見到有小丑爬入墓地啊，都已經唔尋常噶啦。咁當呢個小丑入到墓地之後，仲要轉身呢，就望住兩位事主，跟住慢慢咁揮手。嗱，嗰兩個人見到咁嘅情況，即刻用部手機就影低咗成件事啦。咁但係個小丑揮咗幾下手之後，突然就跑咗入去森林入邊，跟住呢就消失咗啦。嗱，就今次嘅事件，咁事後當地警方呢都有介入就調查呢件事嘅。咁但係查極呢都查唔到係邊個。又冇人被捕啦，成件事就好似都市傳說咁，實情到底係點，亦都無從考究。不過無可否認嘅係，其實呢啲事件啊，就唔單止係惡作劇咁簡單，某程度上仲反映咗呢人對於小丑形象嘅嗰種恐懼感，甚至乎已經成為咗一種呢所謂嘅社會現象啊。
嗱，咁跟翻條時間線，又講翻2016年嗰單嘢啦。8月頭喺美國威斯康辛州綠灣嗰度呢，就爆咗出嚟啊！最初嘅時候，咁大家都唔知道發生乜嘢事啦，淨係見到有個小丑就喺橋底啊，一啲嘢空置咗嘅停車場嗰度啊等等呢就出現啊。跟住去到8月尾啦，根據紐約時報所報道啦，南卡羅來納州嘅格林維爾縣亦都開始出現咗呢唔少涉及小丑嘅目擊事件。當時坊間有傳，仲話有啲小丑會用錢呢去引誘嗰啲細路仔就走入樹林嘅。有陣時小丑亦都會喺條街嗰度呢就四周圍行，好似喺度等緊一啲機會咁啦。有目擊者亦都講話，曾經見到有小丑就派糖俾啲小朋友，但係一見到有警察出現呢，就即刻走人噶啦。咁所以嗰段期間都搞到啲家長呢就相當之緊張。嗱，咁其實喺8月1號嗰時，網上咧就已經瘋傳緊呢5張喺綠灣市中心嘅橋底附近啊所影到嘅小丑相噶啦。嗰啲相就夜晚影嘅，而個小丑就喺空置停車場嗰度咧就遊蕩，個樣又唔笑啦，又唔喐啦，就咁企喺度，好似等緊人咁。咁隨住啲相一 post 咗出嚟，成單嘢咧就即刻爆紅啦。唔少人喺 Facebook 啊、Twitter 啊嗰度咧就分享啦，仲有人就成立咗一個咧叫做 Gags 嘅 Facebook 專頁，仲話嗰個小丑就係叫做 Gags 嘅咁講。嗱，喺跟住嗰幾日，福斯新聞啊、今日美國啊等等嗰啲大媒體咧，亦都曾經咧就有報道過呢單嘢嘅。咁當時大家仲估緊，喂，究竟真係有人搞事啊，定還是有人搞宣傳呢？結果威斯康辛州有個電影人呢就出嚟講啦，原來成件事係為咗宣傳佢哋嗰部呢未上映嘅短片 Gags 嘅。咁換言之，即係話啲相係有心整出嚟，就唔係真有其事啦。不過因為反應太熱烈啦，佢哋後嚟呢仲拍咗一部加長嘅版本嘅。咁啊，2018年就正式上映。咁啊，真係由一個網絡嘅熱話啦，就變成咗一套呢真嘅電影。問題係，當呢單嘢爆咗出嚟之後，唔單止係綠灣，講緊係成個美國啊，都開始有類似嘅小丑目擊事件。去到8月底，幾乎每個州份都有人聲稱啦，話見過小丑，有啲呢仲話俾個小丑追，甚至乎俾佢嚇親添啦。去到10月初啦，就連加拿大呢都開始有相關嘅目擊報告。咁英國同埋澳洲陸續亦都出現咗呢啲咁嘅事件啦，唔例外啦。咁提到英國，估唔到嘅係呢，嗱，英國嗰邊嗰啲社區呢就更加誇張嘅。根據當地傳聞所報道，有部分地區嘅居民啊，直頭呢就嚇到癲咁滯，一見到疑似係小丑嘅物體出現，就已經呢即刻報警噶啦。咁由於實在係太多人報警啊，就連警方都要加派人手咧，就去處理事件，搞到資源就相當緊張啦。另外，紐約時報亦都曾經報道過咧，2016年嗰陣爆發嘅小丑目擊事件，咁唔單止係嚇人咁簡單，仲搞到咧就真係出事喎。嗱，就以美國為例啦，至少有12個人因為同小丑相關嘅行為咧而被捕。咁仲有一宗命案就發生喺賓夕凡尼亞州雷丁市嗰度嘅，有一個16歲嘅男仔喺涉及小丑相關嘅衝突事件入邊呢，就俾人係殺死咗。咁警方事後控告嗰啲人，包括係虛報案情啦、恐嚇啊等等，咁真係唔係講笑啊！話說喺呢段期間，世界小丑協會嘅會長蘭迪加里斯坦森曾經呢都忍唔住出聲，就公開譴責事件啦，話啲人扮小丑嚇人，根本呢係破壞晒小丑嘅形象。咁其實唔淨止係佢啊，就連馬戲團同其他靠小丑表演揾食嘅行業呢，都受到影響。咁簡單講，有啲觀眾呢就唔敢睇啦，有啲亦都唔想再見到小丑啦。咁導致到相關嘅生意呢，就一落千丈。好啦，咁啊去到2016年10月啦。就連麥當勞啊都頂唔順啊，暫時將佢哋嘅生招牌阿麥當勞叔叔咧就擺埋一邊，或者係低調處理啦，都唔敢話咁高調出現啦，以免引起任何嘅恐慌或者唔開心嘅回憶啦。
嗱，有社會學家咧仲講話，2016年簡直咧係做小丑最黑暗嘅一年啊！真正嘅專業小丑都唔敢話出街表演啦，驚人哋會誤會啦。咁但係又咁講，嗱，反而喺蘇格蘭格拉斯哥一帶，小丑嘅衫嘅銷量咧竟然係急升嘅。咁反映可能啲人呢，想乘機係搞事，或者純粹係湊熱鬧啦，追潮流咁都唔定嘅。如是者，咁去到萬聖節嗰陣就唔使多講啦，情況就更加誇張添啦。嗱，佛羅里達州有啲人去攞糖嗰時咧，都驚會有事，咁有啲家長就陪埋嗰啲細路出去啦，咁仲直頭咧就攞埋支槍出去添。咁原本係開心玩嘅節日，居然搞到咁緊張咧，就真係估佢唔到啦。咁至於官方嗰邊又點睇呢單嘢呢？2016年10月12號。駐倫敦嘅俄羅斯大使館曾經咧就出聲啊，就向俄羅斯同埋英國公民咧就發出警告，叫大家係小心啲啦，唔好亂咁接觸一啲扮小丑嘅人啦。如是者第二日，斐濟警方都出咗公告，就警告民眾咧就唔好參與呢啲小丑相關嘅活動啦。與此同時，唔同地區嘅鋪頭或者機構咧，亦都開始行動咯。嗱，譬如話紐西蘭有幾間鋪頭就直頭咧就唔再賣小丑衫。美國加州、新澤西州同埋俄亥俄州嗰啲學校咧就更加嚴格，直接禁止學生喺學校入邊咧就扮小丑，叫做係嘗試阻止呢種風氣係蔓延啦。就連百貨公司都唔例外嘅，因為實在係太多人驚小丑啦。有關方面亦都喺實體店以及網站嗰度咧，就將小丑相關嘅面具就全面下架，咁啊唔賣啦。加拿大嗰邊仲呼籲居民萬聖節咧就唔好扮小丑，以免引起恐慌啦。咁主題樂園又點呢？更加唔使多講啦，下令所有相關嘅員工放工前一定要落妝同埋換晒啲衫咧，先至俾放工。咁除咗以上所講之外咧，去到10月25號啦，就發生咗另一單相當重要嘅事件。嗱，當時有唔少傳媒咧都報道，就話有一班人聲稱要喺萬聖節嘅前夕就搞一場由小丑發起嘅清洗行動。咁成單嘢聽落就完全好似睇戲咁啦，國定殺戮日嗰隻啦。咁雖然最後咧就冇出現大規模嘅行動，咁但係10月31號當日，佛羅里達州有一個家庭就真係俾一班呢為數大約係20個戴住小丑面具嘅人呢就襲擊，咁但係警方事後都冇拘捕任何人，成件事亦都係不了了之。咁但係講真就已經係相當之驚嚇噶啦，尤其係對於女士啦或者小朋友嚟講啦。嗱，咁相反啦，另一邊即係反小丑嗰邊又點呢？原來曾經呢亦都發起咗一啲行動嘅。話說賓夕凡尼亞嘅州立大學同埋密西根州立大學入邊呢，有學生團體，咁唔知係真係驚啊，定還是想趁熱鬧定點啦？竟然組成咗一大班人，就喺校園入邊呢就巡邏啊，專登去揾下有冇小丑出現。咁唔止係學校啦，事件亦都影響到一啲露營嘅地點嘅。有人話喺露營地點附近就見到小丑出現啦。有啲人又話聽到有人咧就俾小丑襲擊，咁雖然好多咧都係謠言，咁但係已經足以搞到嗰啲人咧就唔敢夜晚行出去啦，就連煮個晚餐都驚會有小丑咧就突然衝出嚟啊！咁導致到成個營地嘅氣氛咧都搞到係好緊張啦。去到2016年啦，咁根據傳媒所報道，就話有一大堆小丑咧喺唔同嘅地方咧就出現啊，仲有9個人喺美國阿拉巴馬州，因為參與小丑相關嘅活動咧，而俾人係拉咗嘅。嗱，特別要留意嘅係事件入邊嗰班友咧，就唔係淨係化呢個小丑妝嘅，仲會做一啲咧恐嚇嘅行為。咁所以結果搞到連警方咧都要介入事件啊。好啦，嗱，至於點解會有咁多人突然中意扮小丑嚟嚇人嘅咧？坊間就有一啲講法嘅。有人相信2014年喺英國洛桑普頓同埋美國紐約史坦島發生嘅2單小丑事件入邊呢，可能係受到斯芬傾小說嘅影響。
咁事關 Pennywise 呢個角色本身呢，就已經夠晒恐怖啦，再加埋電影改編，網絡上邊又多人講啦，令到唔少人呢都想模仿下，試下做呢個現實版嘅 Pennywise。嗱，雖然以上所講就純屬推測，不過有傳後嚟啊，就連 Stephen King 本人呢都曾經有出嚟解話嘅，就叫大家呢唔好太過歇斯底里啦。亦都唔好將佢寫嘅小說就當成係真嘅事件，現實世界就唔係咁樣運作嘅，而佢亦都唔想自己嘅作品就變成係事件嘅源頭啦，就影響到其他人啦。嗱，另一個講法就比較係陰謀論啦，有人懷疑成單2016年小丑目擊事件，實際上呢係一場大型嘅宣傳活動嚟嘅。就係要宣傳2017版，即係新版啊，小丑回魂嘅電影啦。咁簡單講，啲人扮小丑出現喺街頭，其實呢係為咗引起嗰個話題啊，等大家去討論，同埋吸引啲人呢就去睇呢部電影。不過有關方面，即係新線影業就即刻出聲呢，就澄清啦，就話佢哋絕對冇參與呢次嘅小丑目擊事件嘅。同時亦都唔係佢哋咧搞出嚟嘅宣傳活動，咁總之成單嘢就同佢哋係無關啦，純粹係個別嘅社會人士所搞出嚟啦。咁到底2016小丑目擊事件係純屬巧合啊，定還是真係好似坊間某啲陰謀論者所講啦，背後係有人特登策劃出嚟嘅呢？甚至乎係一場大型嘅社會實驗呢？暫時就無從考究啦。實情到底係點，都係嗰句啦，就留待聽眾自行決定啦。好啦，今晚嘅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多謝大家收聽，咁我哋下個星期再見，係咁多，拜拜。